知不知道？好难受啊！小苏，哎，小苏，我们回来啦！什么味儿啊？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小苏，手怎么还受伤了？怎么了？你们回来啦？是我太笨了。那天也是在这里，郑荣给我做了一顿饭，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紫菜蛋汤。我就是想试试，看看能不能跟他做的一模一样。我们两个曾经那么幸福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小苏，你别难过了，想哭就哭出来，别把自己憋坏了。我真的是很没用，连房子也留不住。房子？你不是已经去付款了吗？房子被雷雨征买走了。雷雨征？不关我的事儿啊！我把一切都搞砸了。你说，郑荣会不会怨我呀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邵医生怎么可能会怨你呢？如果他还在世的话，他一定是希望你好好的。他怎么能看到你这么自责呀？思琪，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小苏。